而家我準備咗3條問題，想刺激下大家思考。問題一，你認為國安法會唔會影響外國商人嚟香港投資嘅信心呢？又點解呢？我俾少時間大家諗一諗先。好，其實國安法係保障香港免受相關嘅威脅，有利於保持香港嘅政治同埋社會穩定。長遠嚟講，有助維持有利嘅營商同埋投資環境，促進香港繁榮。守法嘅市民同埋海外投資者係無需擔心嘅。問題二，你認為國安法會否改變香港單獨關稅區嘅地位同埋對外經貿聯繫呢？好，我又俾少少時間大家諗下先。好啦，答案係唔會影響嘅，因為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嘅地位係受到基本法第116條保障，獲世界貿易組織肯定，係唔會任意改變嘅。國安法只係針對4項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埋活動，係唔會影響喺香港合法經營嘅外商，亦都唔會影響香港嘅單獨關稅區地位同埋對外經貿聯繫。好，問題3，港區國安法針對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，會唔會影響香港市民與外國嘅學術交流、文化交往、投資經貿等活動呢？我俾時間大家諗諗先。答案係唔會嘅，因為香港居民享有嘅基本權利同埋自由都受到基本法保障，係唔會受到影響。而港區國安法規定嘅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，係針對特定行為，喺法律裏面有清晰嘅界定，係唔會影響市民與外國或境外嘅正常交往活動，亦都唔會令人誤墮法網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做個小總結。大家都講有國才有家，國安才能家好，正正反映出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。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同埋發展利益同香港市民息息相關，每個市民都應該係維護國家安全嘅推動者，而唔係旁觀者啊！多謝大家。